其實走啦，四哥一走，香港影壇就少咗一種男人嘅瀟灑。四哥10幾歲入行，第一部戲叫做《樓下生水喉》，之後成為咗50、60年代粵語片嘅男神。佢一出場真係有光㗎。我睇翻佢啲粵語片啦，就知道乜嘢叫做天生食娛樂圈呢行飯㗎啦。後來佢轉拍咗電視，我細個嗰陣時睇嘅《蕭十一郎》啊，《千王之王》啊，《萬水千山總是情》，四哥就係咁樣走入去每一個香港人嘅屋企。而家好多後生仔女識佢，可能係因為《少林足球》裏面佢演過嗰個壞教練。但等到佢80幾歲，除低褲墨超，再嚟一套殺出個黃昏，仲攞埋個金像影帝，就真係無憾啦。用 LEST2 嚟睇，四哥就係一個活得好精彩嘅 E.T. 佢嘅外在本性 E， 注定係天生要上舞台發光發熱，所以佢好識着衫，好識企位，好識做戲俾我哋睇，更加識得將自己變成一個時代嘅符號。但佢內在嘅本性 T 其實都唔係亂嘅，佢對自己嘅形象好有標準，好有要求，對自己做人亦都有一條底線。謝霆鋒講過，佢阿爸成日話 The show must go on， 做人就係一場無休止嘅表演，亦都要長期保持狀態。四哥一生有2段婚姻，尤其是係同狄波拉嗰一段，當年好轟動。佢哋嘅婚姻未必完美，但係離婚之後仲可以做 friend 嘅呢種大方，其實就係一種格局。當然，四哥唔係冇缺點嘅，佢自己都承認嘅。佢自己唔係好擅長理財，賺過好多，花過好多。呢一點反而提醒咗我哋，一個 E.T. 可以好識發光，但未必自然好識理財。可以好識上舞台，但係未必一定識得守住個局。而四哥嘅一生唔單止係瀟灑，係一個人點樣用佢自己嘅魅力去到巔峰，亦點樣帶住自己嘅缺點去到老年，而且 keep 住自己嘅品味。所以人會老，但係唔一定要失去光彩嘅。人可以退場，但係唔一定要狼狽嘅。多謝你四哥，你留低嘅唔單止係你嘅演藝作品，仲有你嗰種永遠都唔會褪色嘅瀟灑，多謝你。